中小企业为开设公司工厂，一般拢爱先向市府主管机关来申请工厂的登记。不过，李元林杨伊认为，伫个外县市拢有真歹人力，速地审核的过程，议员建议，莫因为人力无够，互中小企业认为主管机关是故意咧刁难。该真歹人力审核，就要增加人力。我讲我啦，政府市场讲，咱个审核人有较少啦。我希望讲哦，伊爱加编几个啊，加编几个临时的，咱高雄市有编5个，专门咧办登记的，特定工厂登记的，较袂互这中小企业这头家误会咱台南市政府刻意这样刁难，这非常冤枉啦吼。我们有做一些业务上大家的协助啦，哈。对啊。那现阶段里面，大概我们从明志跟永华大概有8个人，那我们因为辅导团队也常驻2个人进去。卡数也无够，加编2个呀。嘿。审查流程人审较紧的吼。是。除了关心工厂的登记，另外议员嘛为最近好大雨，建议水利局要摕出水利把关的专业，做好防洪治水，莫去管太阳能的代志。议员认为，真侪太阳能拢是财团的经营，如果想刻意来发包，太阳能恐惊会互人认为是独立财团。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